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1月2号要分享的是胜败的关键。我要读约书亚记的5到8章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，邀请大家一起来读。上主对约书亚说：我已经把耶利哥城连同他的王和勇士们都交在你的手里了。约书亚记6章2节。约书亚记的第5章描述了2项纪念圣约的仪式。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时没有行过割礼，上帝命令新一代的百姓在迦南地开始新生活之前，要行割礼，还有守逾越节，表示他们要信守与上帝立的约。当他们行完割礼之后，前3天是最痛的，几天后才会完全复原。但是在这一段的期间，迦南人没有趁机攻击，应该是出于对过约旦河神迹的惧怕，也是因为上帝特别的保守，并除掉他们为奴的羞辱。现在呢，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要开始过新生活了，但也是征战的开始哦。自从约书亚接棒之后，虽然上帝多次向他来说话，但是却没有让他做元帅。此时此刻，上帝派了一个元帅给他，与他面对面的时候，并要他脱鞋分别为圣。弟兄姐妹，这一幕好像与40年前上帝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并要他脱鞋的情节好像一模一样。这段经历让我们知道，上帝是统帅，是带领我们一生的主，他要带领我们走新的道路，他要带领我们并为我们征战，他是为我们征战的上帝。上帝期望他的百姓能够在新的道路和未来的新生活当中，对上帝要有信心和顺服。在耶利哥城的战役当中，以色列百姓充满信心和顺服，他们相信上帝将耶利哥城交在他们手中。虽然上帝要他们用奇怪的方式去攻城，就是要绕啊绕啊绕，但是当他们顺服的时候，上帝就使他们获得胜利。以色列人在耶利哥这个战役当中大获全胜，连一样武器都没有使用到，城墙就倒塌了。在这之前，他们顺服上帝的话语，他们先行割礼，还有守逾越节，把自己洁净，分别为圣，不沾染迦南的恶行，使他们能够承受上帝所要给他们的应许。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顺服上帝的命令呢，因为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写到，他们在攻爱城的时候，因为亚干的贪婪犯罪，导致爱城之役失败了。圣经只用4节经文来形容这场战役。约书亚因眼前的战败自怨自哀，不但没有求问上帝，反而埋怨上帝。虽然如此，上帝的慈爱并没有离开他，
并且上帝主动告诉他失败的原因，只是他必须要正视这一件事情，并且照着上帝的命令来解决这个失败的原因。上帝就把胜利赐给他们。这次的胜利是上帝在以色列人失败之后给他们第二次的机会。在这件事情上面，上帝提醒我们，不管我们的人生面对任何事情的征战，他都期望我们能够信靠他的应许，他的应许必会实现。生活他的命令，当我们愿意这样遵行，他必成为我们的元帅，他要为我们征战得胜。盼望我们能够透过这一些历史作为我们的借鉴，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应许与他的同在，珍惜上帝的话语，存记在心里，一生都能够谨守遵行。我们来默想，以色列人攻陷耶利哥，好像以为所向无敌，结果呢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在爱城之役惨败呢？这个要成为我们的借鉴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您亲自带领我们人生的路程，你并为我们征战，祈求你察验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求你考验我，洞悉我的心思，求你看看我有没有狂妄的思想，远离你的话语。求你帮助我能够信靠你，遵行你的话，才能够让我们走在得胜，并且是经历永生的道路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喜乐，有主的应许引导你走在他恩典的道路。我们下次再见。